佢係我認識超過10年嘅 partner， 喺出邊好多人都叫佢做 SEO 專家，但喺我眼裏面，佢其實係一個一肚餓就會容易穩陣，講普通話都相當翹口嘅男人。雖然佢平時望落有啲隨心，唯獨係一講起 marketing 或者做生意，佢就好似變咗另一個人。佢嗰種對生意嘅執着，有時真係會令我覺得呢一個人認真起上嚟真係有啲癲。由2013年，我同佢一齊逼喺一個80尺嘅分租 office， 兩個人坐喺度已經係背對背，連講個電話都要行出走廊。後來搬去摩天輪入邊一間熱到唔開冷氣10分鐘都捱唔住嘅貨櫃屋 office， 繼續拼搏，直至2017年，我見證過佢最低潮嘅時期，因為當時中環摩天輪營運出咗問題，公司收入突然變成0，一夜之間解散咗過百人嘅團隊，入面仲有我哋好多年嘅朋友。呢段時間佢覺得好內疚同埋愧對同事同朋友，冇好好咁同佢哋正式道別。當時佢一個人默默承受住嗰種食唔安、瞓唔落嘅恐懼，但為咗唔想令我哋擔心，佢依然係扮冇嘢。不過佢仍然冇放棄決定由頭做起，重新做翻 digital marketing 同埋 SEO， 相信總有一日可以東山再起。而佢嘅生意真係逐漸成長起嚟。2022年，佢終於圓咗入商廈嘅心願，團隊同事由6個人慢慢變成15個人。到咗2026年1月，因為大家真係冇位坐，所以佢決定將 office 由原本嘅8樓搬到上22樓，新地方足足大咗3倍。但隨之而嚟嘅係租金、支出同埋壓力，同樣都放大咗3倍。好多人見到嘅係佢公司外面嘅靚海景，但我見到嘅係佢就算要頂住3倍嘅壓力，依然想俾每一個相信佢嘅同事有一個更好舞台嘅嗰份心。睇住佢落地玻璃海景前嘅背影，我有時都會諗當初真係冇信錯呢條友，佢真係有啲料到。每次搬 office 都好似再一次行喺鋼線上面，充滿住不確定性。但係我知道，只要佢唔低頭，我哋嘅業績一定唔會跌落嚟。